到秦王了吗？自然见到了。那秦王怎么说的？他说，要你去见他。秦王怎么会？妹妹吓你呢。怎么，你真的想去见他？不跟你说了。看你那神色，口不对心的。拿去，这是他托我还給你的。有勞妹妹啦，給你。哎，這不是我的方巾，讓我看看。這是秦王的名字。那要不要我再去一趟，把方巾給姐姐換回來？這麼說，是郎有情，妾有意了。人是你去見的，方巾是你拿回來的。你要再這樣，我去找母後評理。評理我倒是不怕，左右不過是一頓打罷了。只是可惜了這一樁好姻緣了。那這方巾我不要了。不要了？不要？那我也不要了，我扔了。我扔了。嘿，姐姐。可惜了誰的好姻緣呢？我聽說，眼下各國君王打算派使臣要來向舒姐姐求親，不知誰最幸運，能與姐姐結下這樁好姻緣。哦，原來如此啊！妹妹人品出眾，我也是好奇得很呢。魁姑，張儀從出生到今日，也穿了不少件衣裳，可唯有這件衣裳，張儀將銘記一生。張子快起，張子快起！楚王已經看到在下的策略了，明日宣張儀入宮。新儀來的正是時候，好馬配好鞍嘛。張子懷才不遇，我和月公主也幫不上別的忙，只能幫做件新衣了。謝羋月魁姑贈衣之恩。回來了。哎，小冉，你怎麼愁眉苦臉的？小冉今日怎麼一聲不吭的？是何人得罪了我們小冉？哎，今日帶小冉到東門集市賣姑姑的女工，小冉看中了一把小寶劍，竟要價10金吶！什麼寶劍？怎麼會這麼貴？那寶劍刃如秋霜，真的很好。姑姑不知，前幾日老朽給小冉請了個師傅，教他幾手刀劍功夫。這師傅啊，誇小冉天分難得，是將帥之才，所以啊，小冉一心想要把合手的寶劍。咱們雲夢台入不敷出，捉襟見肘，小冉再等2日，魁姑和你姐姐去想辦法。哎，魁姑，何苦為區區10金犯愁啊？張儀為你籌劃便是。你有10金？暫且沒有。明日入宮見過楚王，張儀便有了。10金太少，100金如何？好了，張子，且不說你眼下如此潦倒，談論100金如同痴人說夢。就算你日後有了，也與我們無關。說100金就100金，明日午後，一言為定。昨日夏至，這宮中的文營更多了，也不知這幾日大王睡得是否安穩。聽說大王新得一夜明珠，放在宮中清涼如水，夜如白晝，100步之內蚊蟲避之不及。我還從未聽過世上竟有如此寶物。據說那夜明珠就放在南後的蘭桂台。哦，真有此物。你帶人去蘭桂台，就說我要借過來看看新鮮。是。
站住！怎么又是你啊？在下张仪。啊，张子，大王已等你多时，请。哼。不管什么好东西，他都要来跟我抢。那是秦王献给我的，我不给又如何？魏后那边的玳瑁姑姑说是借用。哼，借？珍宝到了魏后手里还有还的日子吗？可那玳瑁就在外面等着，此事总不能僵着，不如先借给他，等过后让大王出面再要回来。拿走。是。寡人读了张子的《玉女論》，张子对这天下的美人，果然是学問颇深。哎，不敢。张儀怎敢在大王面前賣弄粗淺之見？想那屈子在大招之中就有峨眉曼之，容則秀雅之言。张儀早就知道楚國美色盡在後宮之中。哎，不過大王，這列國之美人，大王是否都曾見過啊？在寡人的後宮之中，未必只有楚女，這魏女、齊女、韓女、趙女亦都不在少數。這些個只能稱之為女人，稱不上美人。拜見南後。大王呢？正在殿中召見張子。张子？哪個张子？啊，張儀，給大王獻上了《玉女論》，頗得大王的歡心。開門。是。先生所指的美人是？美人，美人如四季花色，眉令人高潔，蘭令人幽怨，菊令人淡雅，海棠令人驚豔。張儀以為齊女多情，楚女窈窕，燕女雍容，韓女清麗，趙女嬌柔，魏女美豔，秦女英氣，如百花若百寶，爭奇鬥豔，各有妙處，不一而足。妙哉，妙哉！先生對美女的這番言論，實在是寡人聞所未聞，生平僅見。